看落花。雪舞的世界，举杯相约。这样的心情，这样的路，我们一起走过。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。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。就算一切重来，我也不会改变决定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今天真的好开心哦！哎呀，想不到我们在生活中学会这些情歌，你看唱起来多么鸾凤和鸣的感觉。春娇啊，哎呀，咱你俩熟识真久啊。是啊是啊。啊，想讲安尼，咱早晚嘛还讲到婚嫁的问题。啊，真的哈，我们恋爱已经好几年了哦。是啊，我想讲今仔日要带你来阮兜行行咧。啊，啊，要去恁兜？见一个老爸老母的啊。没有，这是迟早的事情。不过是我还是有点害怕。哎，惊啥呢？不要紧，拄好今仔日阮爸母拢出去，出国去安尼。啊，真的。厝里敢若剩一个哥哥伫的啦。啊，你今麦是要去看恁哥哥？哎，啊好啊，咱做细细咧行行。啊，恁哥哥是人安怎会歹袂啊？是袂啊，阮哥哥人足善良啊，真自卑安尼，真笑自卑啊，足自卑。真的，好人。这样我就放心了。放心了，来，哥哥，来，哥哥，哎，啊，是，后摆讲话讲好清楚，叫自卑，不是自卑，就自卑的，慈悲不是自卑。但我这活得好好，对不对？有脚有手，人搁生缘投安尼。哎呀，女朋友也无咧巧，是安怎会自卑？慈悲。哎呀，啊你，我今日带一个女朋友回来啦。什么？带一个女朋友回来。哦，你有交女朋友？都是恁定来知影，打电话来迄啦。俗语讲了好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哦，对不对？一个人若生了够去成熟啊，都是爱遵古法制，都爱结婚，爱娶一个某。哦，古法酿子。你女朋友伫倒呀？啊，你今日就是出来跟咱见面一下。哦，虽然爸爸妈妈无伫，你这长兄的代表家里的人。这个哎，长嫂如母，小叔子是儿。哎，老边啊无伫咧家里面的长子哈。这个哥哥啦。哥哥你。哦，这个春娇啦。什么叫什么名？春娇啦。哦。我较早有一个女朋友嘛，是叫做春娇。哦，讲名呢？长头毛。哦，足有缘呢。对。哦，啊你。啊？什么？我头毛搞掉。啊？这就是伊。是啊。啊？这条代志我看，哎，爸爸可能无可能答应这场婚事。哎，这是安怎讲呢？啊？弟弟啊，我想讲有淡薄仔代志来考验一下你的女朋友。我的女朋友安怎考验呢？我的女朋友还需要考验。就两分钟啊！因为为着你将来的幸福，所以讲我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。我一定要考虑一下。春娇，你哪介意是啥？但是，会知影变成习惯。当作不如卖是使，如今心拢变成别人，叫我怎忍耐？徛在咧窗外，愈想愈悲哀，你敢会当了解？啊，祝你幸福，啊，祝你快乐。目屎一定不住滴落来。哥哥，你哪遮反常呢？记得我女朋友的快乐的代志，你哪安尼？我真正你个念念啊呢？替你感觉欢喜，我替我欢喜啊！小弟，我真正替你欢喜，祝你幸福。我来做，是，别搞啥。是，哥哥是的。春娇啊，伊哪对你唱这款的歌曲呢？这款是这个失恋的歌曲，哪对你唱？你是安怎啦？你来解释一下。其实我解释。你唔通我讲瞒骗了，你较早一定有熟识的。我你解释嘛，我解较早是董事啦。对。公司的董事啦。董事安尼。你拜托个，你紧解释一下好不？对。
也是你头脑较巧，顶摆拄着你的代志，你嘛是讲我是你的同事。我拄着什么代志？不是无什么代志，我是讲弟弟，你唔通误会。对了，没有什么啦。那伤心呢？小你幸福啊！我现在知，是的呢。我看你两个啊，嘿，敢若同事安尼尔啊？你真是要嫁我小弟？我拜托你，好无你莫甲我破坏好无啦？阮小弟是啥？倒一点比我较好。我真的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金矿啊！甲当作油钱像你用。对啊，你个少年，个缘投，个有钱，对无？哎呀，个欠，个穷，你敢会比我较穷？对无？这款阿妹多吹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所以讲君子有成人之美。虽然讲暗恋你一段时间，但是肥水不落外人田。你今仔日小要嫁人是我的小弟。这都要发挥着伟大的兄弟手足的这爱情。好，你讲台语那才歹听。我干你是小弟，你唔通误会，唔通误会。谢谢。我较早是甲伊什么事拢无，我甲伊是清白的，我是不过是暗恋恁某尔。你放心，你若甲伊带转去，我一定会祝恁幸福。后摆反正后摆咪拢带到底嘛，对吧？好像一家伙仔人嘛，莫安尼。你安尼愈讲，我都心肝愈不安呢，对吧？你若讲平平朋友，我若甲同事也是朋友迄边，我若感情顺利，女朋友甲带转来，是我的功用啊。但是你这个带到顶家己国国对吧？我心肝都碍叫。哎，好啦，小弟，你也莫想遐多啊。既然讲你嘛有这款眼光，敬着这涉水的小姐，气质够好。表示讲，咱两个英雄所见略同。我真正会提出君子风度，祝福你们白头偕老。我跟你讲，你说再多祝福都没有用了。我跟你讲，伊若无带以前，我绝对袂放心。你也先带我才讲。你放心啊，伊是一个真好的小姐。我较早甲伊人办公室内底，正少人对伊拢无一个人有叮当着伊一只毛，安尼毋是操蛋。毛安尼，都碰不到他一只汗毛啊！所以弟弟，你放心，你做去甲带，保证恁两个人会幸福。哇！多谢你的宣传，谢谢。我你放心，我永远无可能甲你背记。你是我这个话你我冇得将你背记啊！你这安怎过日子啦？未免伤过自私。恁某较早嘛是算讲我暗恋着伊，对不对？你若甲伊结婚，是你甲伊的代志啊。但是我是恁哥哥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我机器人一定会默默的祝福你们快乐美满。哎呦，快乐过了幸福的日子。哎呦，你放心。哎呦，我一世人为着恁某，我无可能搁再娶。我咱咧感情负担，这。安尼啦，咱讲正经的啦。今仔日困去后边门甲交开咧头皮，你这袂使子。你按了你拢的心情，我哪可能做这代志安尼个？你放心，恁两个最近要做什么代志是恁家的代志，我绝对袂偷。是讲若落雨天，欠雷公的暗暝，我会去想着恁某。安尼这个安那无法度结婚啊啦，敢若叫做爱着我，就安尼吼，唔知要哪做才好。咱讲正啊，我感觉恁哥哥吼，伊是做单纯的人，啊，佮做痴情的人，算讲有感情的人。我有一个小妹吼，嘿啦，咱规矩安尼嘿。介绍互伊，佮做一个媒安尼，嘿，安尼伊就袂非管黑白想的，咱比如讲嘿啊，会带一个家哦，所以讲你咧心肝，你若是唔惊恁某守活寡，守活寡，就是讲嫁着一个一世人因翁拢无甲叮当一个，你就做恁甲恁某妹妹介绍。妹妹哈，你连小妹要推销互伊，都要永远袂记得你安尼。咱即摆咱先甲两个相亲。对吧？伊这人嘛是安尼，你也无看到因小妹水啊，歹，咱先甲去相亲一下安尼啦。相亲一下。哎，我紧去叫妹妹叫啥名啊？还有叫春喜嘛。叫春喜啊？哎呀，我春娇。听讲恁哥哥好做春卷啊。安尼啊？你唔免加这功夫啊！我甲你讲，我一世人无可能袂记你恁某啦。祝你幸福，祝你幸福。你一定要将伊袂记你啊！难道介绍伊小妹，你过安尼？春喜。哎，看明仔春喜生做安怎嘛对啊？这人是做。哎呦，水哦！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，只能够看它，就像春鸟流来浮华，只怕给它吃掉像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封闭它。虽然也想和它说一说话，怎奈它的身旁有个他。哎呀，谢谢，来，春喜来，这个未来的小姨啊，对对，哎
叫姐夫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哎呦，南宫姐姐啊，给你年纪也差不多是该嫁的时候，哎，所以我想说今天帮你相个亲。我因为这个男孩子很痴情，而且很好，对对对。这么多人只能相亲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要有淡薄代志，我先走。你了，祝你幸福。不是你今日别做，我永远无可能袂记你恁某。今日无做决定，我绝对这分数叫你验落掉。你们是看嘛，咱这是春喜呢，明白呢？哎，这叫阿这辉啦。都不是看低歌咧，学白道。慢。你这人不是，你这太无礼貌了掉。那小小的太无礼貌，你安尼嘛安尼？你若真是要叫我安尼，要再清彩彩结婚，你先猪腩先摕来我面前再讲。我是要载去屏东，还是要载去东？我来介绍阮小妹春喜啦，阿辉啦。小就把就正眼睛看人家一下。春喜小姐呀，拜托你赶紧这嫁妆看要偌济，聘金偌济，你讲啊！我先甲你讲，就是安尼啊，腰别甲你腰着啊，叫三顿甲你饲安尼尔。其他的厝内谈你叫别人去做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啊？看都不看人家一眼，你讲什么啊？刚有礼貌对不？哎。你高兴，那你高兴怎么？哎呦，老师紧走了哦，这是春喜哦，是。哦，我看过这世事，可能生做嘛真可爱。樱桃小嘴角真好念歌，人的乌色目睭活灵灵。姑娘我想要请你看电影啉咖啡，啊，免歹势，免歹势。互你心花开，互你心花开。哇，那个背心啊，背得较紧的咯，背心背得紧。我真正足无用的，即马要带伊来先啊，这试婚。你别唱我讲，好。你不是要跟你妹介绍吗？好，卖演了，哇，这个剧情再发展下去那不得了了。你跟他牛棒呢？哎呦，这真是恁小妹哦。是啊。哎呦嘞！你要甲我介绍这个啊？哎呀，我都唔是爱这款型，敢土匪的。你个发电无？是要结束还是要发电？袂使结束了，这故事打精彩，打才开始呢，对不对？哎呦啊，即马的啊，即马爱跳出来啊！哦，恁两个姊妹啊，真正无简单。来，阮这节目内底啊，哎呦嘞啊！每两个人有2种不同的造型。这个画面，凭良心讲，这个在台湾有电视记录以来还很难碰到。是，她们姐妹2个常常接受访问，还是定有的啦，到顶红门。那拄到跟那访问的人还是亲兄弟，就我来头一转。对呀，因2个人要讲这好一个主持人访问都无简单啦。嗨，每一次难得有机会，他们2个一起给别的主持人访问，但是还没碰到别人也是兄弟2个当主持人。哎，这是真的很难得，真的可以称得上是郎才女貌。哎，飞哥，你想想看，啊那是姊妹，你会拣多一个？哦，这个你安尼就对啊，长幼要有序，红人要让你对，这来啊爱小牛姐这样，让你遇见2个找你。坦白讲，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味道。哦，这2个人拢是属于这个柔弱无骨啊。哎呦，虽然瘦，但是无骨头。哎呦，这今日就是上个舞嘛。哎，十个食了，9个会调调。哎，江蕙，我敬伊，你敬伊，我若敬伊呢，我心内呢会去想到这个江淑娜的好处。个无菜哦，我若选江淑娜，江蕙嘛拍算着。哎呦，你这人哦，天上麻雀之之有呢，2个拢先带倒来才讲。我会暗恋恁某。你是都我往进来进去，这是很奇怪，你要尊重一下，看看我们2个要不要？对呀，你们2个对呀，贪心不足。我都问会是你哪边进东西？哇，我那讲太紧了，那要以客人为主，先请教别人才对。客随主便。你也是讲我阮2个来敬，会敬到一个就对了，哟，哎，较讲的嘛，敬弟弟。没想到你一箭双雕，
费玉清有什么好处？但大家拢讲因为无好处，开玩笑，够有钱啊，够有给的，够欠啊，，Q 个欠，够 Q 的，还袂十年，够没钱。这是我给互伊无安全感。一只狗啊死去耗3工，啊你要哪有意思对不对？这表示这个人有感情。对嘛，有同情心。对，你讲这什么话？你家己一只狗碰唔见，一礼拜都无法度食饭了。一下拜托警察电台，一下拜托他去吹了。是讲的，对啊。啦，这是一个奇想，对不对？将会我们离开好多年，快1年了，哎，对不对？主持的节目真正没主持到家后，谢谢。要么我脸上有一点失去光彩，哦，这怎么讲失去光彩？缺乏春天的感觉。我拄下来看了伊，甲徛在咱摄影棚，听到讲张惠伫边仔暖说春意安然，哦，开心，去给我陪。啊，你即马去拍了安怎？今晚开始在唱歌。要开始唱歌。嘿，是啊，因为咱戏啊，我们4个难得在荧幕上同台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要唱一首歌。这首歌呢，这首歌是4个人都可以唱得起情歌，而且呢，这个要分配，是姐姐跟你唱，我跟费玉清唱，他嘞，因为我们2个歌声比较搭，你们2个人的这外形也比较配。就按这外省人的，我2个外形较配。你讲伊的面跟他讨婚，我改比较搭，是这个意思。这条线爱跟你说什么？不是，这是个性，你个性较阿莎里，对吧？阿莎里还对我讨婚也是这么想，他就拿你没辙，对不对？我是想讲伊的面跟他讨婚，我看伊比较搭。好，那就唱什么？小姐，请你好啊！小姐，请你好。来，破瓦声拍起来啊！你当作无熟悉，实在不应该。我爱你在心内，真实的，不敢讲出来，不敢予人知。你想看卖，你想看卖，我对你怎样关怀？你的心意，我也不是完全无了解。几落摆，当作无熟悉，你实在不应该。我爱你在心内，不敢讲出来，不敢予人知。你想看卖，你想看卖，我对你怎样关怀？你的心意，我也不是完全无了解。你的爱，谢谢啊，会江苏啦。我的自用火柴还算滔滔不绝了，一到那儿就真的傻。您这称得上是滔滔不绝啊，小弟那真是那先告退了。雍容华贵，高贵大方，请用龙虎牌裤袜。